受到这假化价退休影响，台东县的警察卡手今年欠押104个人，所以台东县的警察局只好规划29个派出所做伙排班。明年又有上百个警察要退休，实在是真伤脑筋。也毋过，台东县的警察局是强调讲，未去影响到维持治安。上班时间，这间派出所的铁门锁拖落来，原来是警察去另外一个派出所服务。门口采告示，提醒民众若有需要，会当随卡电话报案，警察会随管到位。人家都说奇怪，这边派出所很大间，为什么会没有远警驻守？没有，你打电话，因就习惯，因车拢爱顺来顺去啊。台东县拢总有29个伫咧庄卡较细间的派出所，拢有可能出现警察无伫哩门拖落来的情形。关警局表示，一间派出所若要达到上班甲休困平衡的人力，至少就要8个人。不过因为今年台东县警察欠104个人。警察服勤阁有时间的限制，警局才会规划采用日合服勤。白天的时候，在8点到晚上22点，我们都会有值班或者是守望的警力来负责接受报案。那其他处理事故由主力所来支援，并且加强巡逻密度。警察局表示，台东警察人力的编制有1100多人，不过最近这10年退休甲新进人员人数一直无法度维持平衡。敢若伫咧年金改革了后的3年，人力的情形有较稳定。不过明年登记退休的警察超过100个人，卡手会更较欠缺。不过警察局强调讲，会争取甲卡手保护到业，而且规划更较机动的方式来执勤，以护社会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